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有袂少所在拢有落短暂的阵雨。气象局嘛将对着沿海部分的地区来发布着长影的警讯。屏东小琉球甲鹅銮鼻拢观测到4米半悬的大影，这等于是轻度的风台咯。实地来到屏东东流线的码头，看迄个船只，都亲像是海盗船安尼掀来掀去，是甲坐船的民众显甲真无爽快。 这只船伫海面底驶，看会出来风影有够大。船顶人客话讲，真正挡袂牢，袂输敢咧坐海贼船共款。人客赶大包细包纷纷落船，讲坐船坐甲强要吐。嘣的一声，浪就起来了。有没有吓到？有啊，有吓到。今天怎么飞起来啊？今天怎么样？从船上飞起来。 屏东小琉球观测到4公尺半的风影，等于是轻度风台顶级。航空业者表示讲，对了这款的天气会适时调整船班。本公司的航班今天全天都是保持正常开航的。虽然风影真大，不过依然有民众唔惊，有游客想要落水，航业者叫回来。这个浪太大了，不要下去玩水。这游客就想袂惊死啊！过了乌托邦上在过水的，而且佫唔那一台尔。 以今天来说，整个水上活动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，都是禁止的，因为是安全问题的考量。气象局表示讲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东半部、南部、恒春半岛甲澎湖、金门，今仔日有局部短暂的阵雨。啊，若轻度风台太厉，离咱台湾是愈来愈远，也毋过伫海上活动，渔员嘛是要注意安全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